迄个哇，头拄你条歌吼，行足好听的呢。哎，是安怎写出来的啦？头先是写袂出来，写袂出来。因为台南做侪物件，你要安怎聚焦伫倒一角、倒一个点，其实最难。所以我就逐条拢我行一改，啊行半冬，啊终于找到伊的味，啊所以甲一条行写出来。要写台南，你就是浸伫内底就好。你要家己写甲偌精确，最难的，根本就无可能。你安尼有加减啊有受到迄个叶兆德老师的影响哦？我受伊足大影响是，伊伫迄个时代，哈尼保守的时代，如果经过战乱，伊所发出来迄种文学的态度是行足头前的，足现代的。比如，咱咧讲，施拉雅伊那个潘林花的故事啊，有。潘林花伊写着一生伊经过5个查甫人，啊，毋过这5段拢无一定是用婚姻来束缚查某人的一世人，拢是伊咧决定伊要和这查甫人做伙。这伫以前作家是你无可能看会到的。这点影响我足大，就是对人的观察。伊迄个时阵，伊的文学内底竟然充满这种，含迄个时代咧对抗。我感觉这足特别的。啊，伊本地是一个望族的后代，吼，就更加特别。